嘿，各位，大家好，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我是小九。我还是要说件事情，上周没有更新，有点抱歉。但是今天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更新了。那么再来呢，小九的相机到了嘛，所以可能以后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拍 vlog 啊，或者是开箱之类的事情上面，而去稍微的把音频这个分量给放轻一些，但是还是会继续更新啦。只是，嗯，等我大学开学之后，我可能，尤其是在视频网站上面哦，就是不会再投那种音频的稿件了。把这些稿件呢会全部放在猫耳啊，或者是荔枝这两个平台上面。那我就算是先跟那个视频网站的各位小可爱打个招呼了。嗯，小九以后可能会上传一些不是音声的影片，那么希望大家不会见怪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那，哎，算了，OK 啊。那，亲爱的，让我们一起进入音声的世界吧。怎么了？又被领导骂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叫你好好注意工作的吗？我知道你也不想的啊。好了，那给你倒了水，喝一点嘛。我在这里上班十几年，怎么过来的？还能怎么样啊？就是本本分分的，把该我做的事情都做好就可以了。他们也不会为难我，毕竟我是老员工啊。跟我说话感觉很轻松啊。那如果你以后有什么心事的话，可以多找我聊聊。我说真的，我从你的侧边一看啊，你真的很有我那个妻子年轻的时候蛮像的。我非常爱她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时候的我特别不思进取。她天天在家里唠唠叨叨的，我嫌她烦，她也一时，唉，都是过去式啊。离婚协议书就那时候签的。女儿呢，也被他带走了。不过时常他会给我发一下 email，说说他的生活，还有未来的打算。他现在在美国，和我的女儿在一起啊。好了，别一直说我了。哎，你的工作还有这么多，要不要我帮你解决一点啊？哼，你放心啊，我可是做这工作做了十几年的人啊，小 case。再说，我要是做不完，领导也不会罚我钱的。我们可是大学同学啊！啊，哎，要是当年我不那么消极，在这公司里面投点钱，说不定我现在也是公司里的一号人物了。别说笑了，现在大家也只是表面上叫一声哥，叫一声什么的，没意思的。快工作吧。
哎，快下班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跟我去外面吃一顿？什么眼神啊？哎，我这把年纪了，你觉得我还会贪图点什么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算贪图，你也不会愿意吧？啊，随手两下子就把我这老头子给打倒了。哎呦，老了啦，你看我胡子都出来了。什么叫我这年纪的男人最性感啊？性感吗？那可都是你太爱了。快点啊，整理一下，还有1-2分钟呢。哟，阿三啊，你今天怎么在这里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你看我人老了就是忘了，你星期三值班的嘛？哎，那个，你们饭店还有没有多余的房间啊？对啊，外面太吵了，我想和这位小姐去单独的房间吃饭。呸！老牛吃嫩草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同事关系。你这种人啊，脑子里一天天想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嗨，晚上多跟你老婆谈谈心事，不要总想在我身上，好吗？我是本分人啊，记到没有？啊，知道了，楼上204。那我们走吧。三哥，我一个朋友。啊，服务员，这位小姐点单，她喜欢吃什么，你都上就可以。没事的，真的就点这么点吗？也还好。哎，你说说你啊，在这里干嘛还这么低声下气的？我又不是你上司。你相信我啊，你上司人呢，其实并不坏的。我记得啊，之前跟他在一所大学里面，他可是出了名的校花的，那时候一点都不凶。哎，可惜啊，自从他儿子上了小学，成绩一直不理想，然后他整个人就变了，变得很暴躁。哎，没办法的，女人嘛，总有那么一段时间非常难受的。说不定你以后也会这样子啊。哎，吃啊，这么多吃的，不都是你点的吗？喜欢哪个吃哪个，先从最喜欢的来。那个，我能不能和你坐一边的位置啊？不是啊，我总感觉咱们俩面对面的，旁边空空无人的，在这么大一个房间，怪不习惯的。可以吗？好嘞。那虽然不知道你挑不挑食，但是我还是想给你讲一讲这个青菜，多吃一点，对身体好的。
你怎么突然靠我身上了？好啊，你不要哭，干嘛突然哭起来？是不是我强行要求坐你旁边，你现在好，不是就可以啊。如果你愿意用我的肩膀大哭一场的话，那就尽情释放吧。我能了解的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在这个社会上努力工作却不被人赏识，还被臭骂的，心里的恶气肯定是越来越多的。乖了，乖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生活呢还是会继续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迎接生活，无论它好与坏，无论有怎样的艰辛还是美好，我们只活一次啊。丫头，你这亲我一下，我确实有点承受不住啊。哎，我这年纪，都可以大你一轮了，你这样子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我伤害过女人的。我怕我没能力。丫头，你应该找一个比我年轻、比我更爱你的人。你这样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我现在还没有想好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承担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走吧。丫头，我的车在那边，你干嘛去那边啊？啊？想去买可乐？傻瓜，路上很多坏人呢，我还是陪你去吧。好了，那现在可乐也买了，现在也到你家了，下车吧，睡个好觉，明天起来一定要加油努力啊！啊？什么？买可乐和我一起？怎么了吗？现在？什么意思啊？丫头，你认真的？
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